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看评书。今天是2026年3月30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指、胡威，还有胡一进老師。今天胡适走势可以说还是特朗普行情。特朗普周五突然加大了对伊朗打击力度，炸他的鋼鐵廠、電廠，導致美股好像周五是下跌的，跌的還不少，因為放的狠話比較多。今天亞太股市也是暴跌，但是胡適低開尾盤還翻紅了，雖然只有滬指紅了，但好歹頂住了。只有深成指還創業板是下跌的，也就是很多股民說的中國胡適走出了獨立的行情。但是這是說法是不正確的，我認為還是特朗普行情。為什麼這麼說？今天截至收盤，滬指是漲了 0.24%， 深成指是跌 0.25%， 創業板指數跌 0.68%。為什麼會這個走勢？實際上我認為他是跟特朗普，實際上也是在今天早上，這特朗普反覆說伊朗人已經答應了這個美國提出的15點停火計劃，他說基本上除了中間幾條大部分都答應了。當然特朗普可信度那完全由你自己去判斷，它裡面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有很多也是宣傳的部分，特朗普自己的話。那這句話呀，安撫了这個受驚的市场，安撫了市場情緒，給人感覺好像中東局勢得到緩和，但實際上說不定後天特朗普又要變臉，因為特朗普也說他不希望這個給大家造成一個固定的印象，只有周末才搞事，讓大家都猜透了他。說不定他也選擇周三周四搞事。特朗普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，就是讓你琢磨不透。今天說跟伊朗已經達成了很好的協議，伊朗人已經同意了，明天就宣布轟炸，或者明天就宣布奪島。所以胡適還是要小心一點，不要高興得太早，沒有什麼獨立行情，都一樣。如果明天或者這一周特朗普一不開心要進行地面戰，那胡適一定會把這個沒跌的部分也加倍送上，要補跌。今天成交量比昨天比上個交易日稍微多一點，但是還只有 1.9 萬億，2萬億以下，說明還是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啊，縮量反彈。胡適的很多散戶吃一堑長一智，也知道特朗普不好琢磨，紛紛減少了操作，也不買也不賣，惹不起。今天漲跌差不多2800家上漲，2400家下跌，所以說對金融消費者來說恐怕也是叫雞肋的一天，心驚膽戰的一天。從成交量來看，這個是沒有辦法支撐一個牛市。高盛最新的研報還是繼續看好中國股市，它的理由有這麼幾個。第一個，不要怕石油漲價，中國的處境看起來比大多數國家更有優勢。一個是戰略性能源多元化努力，第二個是不斷增加的石油儲備。所以中國在高盛看來，受石油漲價這個衝擊遠遠小於其他國家。第二個說，中國實際 GDP 增速預測下調20個基點，但相比對美國下調40個基點，對中國以外的亞太新興市場經濟體下調70個基點，仍是降幅最小的國家之一。第三個，不太友好的全球背景可能使中國股價合理價值下降約 5%， 其中約2個百分點來自盈利衝擊，3到4個百分點來自合理的市盈率下調。因此將民盛中國和滬深300指數目標分別下調 5% 和 4%。 高盛一邊說看好中國的胡適，一邊下調了目標。這個不要說高盛沒下調，高盛把民盛中國和滬深300指數下調了 5%， 一邊唱多一邊下調，這是什麼個操作？又說了，但鑑於 A 股和 H 股在亞太範圍內風險回報特徵仍然有利，繼續維持增配，並建議投資者在當前價格水平建立戰略性敞口，除非尾部重大事件發生。你看，它是加了限定，就是不排除有什麼重大突發事情發生，黑天鵝，你們自己看着办吧。這是高盛的建議啊。他說，有些跡象表明國際資金最近可能流入了香港。說儘管伊朗戰爭後南向交易占比保持穩定，港交所成交額卻有所回暖，本地樓市在高端板塊帶動下進一步復甦，繼續預見在2026年對香港上市股票有利的流動性環境。總體上說，高盛他唱多胡適，現在音量也沒那麼大了，底氣也沒有那麼足了，加了很多限定條件，並且下調了民盛中國還有滬深300指數目標位。簡單點說就是警報拉響。你再聯想到國家隊已經撤了，不是說國家隊撤了，救市資金人家已經這個叫勝利撤出，完成任務。
我們看看這個胡锡進老師罕見的，非常罕见，這2-3年他都不敢點評股市，結果他連續2次聊了股市，這個非常罕見。首先是應該是周六，胡锡進老師發了個帖子，他說美股周四周五跌成狗了，要是過去老胡光高興了，也就是看到美股暴跌，那我就開心。这胡锡進說的，老胡光高興了，但是如今我也是 A 股股民了，心態就複雜多了。我為昨天 A 股就是周五 A 股挺住了而慶幸，同時很擔心周一 A 股會不會又被拖下水。這是他周六發的帖子。按照常理，看見美國股災，看見美國股市暴跌，那他就開心。但是他開心的同時，也深深的擔憂胡適周一會不會也被拖下水，也會跟着暴跌。胡锡進老師說，他說中美不簡單是對抗關係，又有很大利益交織。這是什麼意思啊？不太理解。作為的舵主，也不能說舵主，叫頭部談判。作為頭部谈判，他認為中美不是簡單的對抗關係，也有很大的利益交織。美國不是敵人了嗎？不是敵人是嗎？有利益交織。胡锡進老師說，他說反正股市經常一損俱損，一榮俱榮。這什麼意思啊？中東打仗，但炒股的人都在前線，開車加油的都受波及。全球化就是這樣的奇妙。全球化再奇妙，也沒有胡锡進老師奇妙。胡锡進老師既然知道炒股的人都在前線，開車加油的都受波及。胡锡進老師不是支持這個伊朗血戰到底嗎？要在霍爾木茲海峽搞沉幾艘美國的軍艦，看到美國股市暴跌，他就很開心。突然他又覺得呀，大國跟美國又息息相關，尤其是胡適跟美國股市密切相連，這可以說叫血脈相連，損俱損，一榮俱榮。所以胡锡進老師感慨說，全球化就這麼奇妙。我倒是感慨胡锡進老師很奇妙啊，叫精神分裂。一方面要跟美帝對着幹，要搞死美帝；一方面發現自己搞死了美帝，自己也死了。網上不有個梗嗎？多次這個勸告美帝懸崖勒馬。有網友就說了，那美帝不懸崖勒馬不挺好的嗎？自己摔下去摔死不挺好的嗎？你老是警告他幹啥呢？你老是提醒他有什麼意思？人家願意，你非要警告他懸崖勒馬。另外一個網友說了，你不知道那馬上坐着的可是胡锡進老師，你再不懸崖勒馬，胡锡进老師連馬一起掉下去了。所以要多次警告美帝懸崖勒馬。所以今天胡锡进老師他又發了個微博，那今天胡適這個走勢一收盤，他立馬就開始嘚瑟起來了。他說必須給今天的 A 股點讚，在美股上周末壓力如此之大，今天亞洲股市普遍大跌的情況下， A 股今天表現出獨立的韌性，正如中國經濟在這場伊朗戰爭中展現出獨特韌性，咬合到了一起。你看看，周六還是複雜的奇妙的胡锡進，周一胡適滬指沒跌，立馬胡锡進老師就變成了叫頭部談判。這場戰爭無疑凸顯了中國的整體韌性。這美國跟伊朗打，把伊朗炸成這樣，這怎麼好像贏家是大國呢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這胡锡進老師這隨時隨地能高潮，好像敏感體質是嗎？股市的軟弱病不會一天就治好，但過去2個交易日的情況 ，A 股可圈可點，分水嶺也往往是崎嶇錯落的。希望回過頭來看時，今天的 A 股正在書寫自己新的歷史。這胡錫進老師忘了，就好了傷疤忘了疼。今天剛才已經說了，特朗普表態緩和了一下。這胡適還是選擇了相信特朗普，他們一邊大罵特朗普，一邊又相信特朗普，就是這種心態啊。相信了，所以今天的就沒有升跌，尤其是滬指。但是周二、周三、周四，特朗普隨時會翻臉。如果特朗普一翻臉，那胡適還要補跌，也就是把上周五和這個周一沒跌的，那叫加倍還回去。所以胡锡進老師不要高興得太早。所以胡锡進老師現在你該許願，該燒香，該求佛保佑特朗普最好精神正常一點，這一周別搞事。從胡锡進老師寫的這2段對股市的一個感悟，所以說我們能得出幾個結論。第一個，從胡锡進老師這麼堅定的反美的分子，一看到美股暴跌他就開心的人，突然變成看見美股暴跌他已經開始喜憂參半了，說明什麼？他擔心 A 股受到牽連，這個恰恰說明胡锡進老師很有可能在盈虧平衡點上。當然每個人的盈虧平衡點不一樣，胡锡進老師的盈虧平衡點也可能是他入市是70萬，那他算上利息，也就是他的盈亏平衡點是80萬，80萬以上就算沒白忙，80萬以下那算賠錢，
就這樣的，每個人的盈虧平衡点不一樣。我就懷疑胡锡進老師恐怕就處在那種现在是略略的有點盈余，往下一跌他就变成虧了，所以他就很焦慮，比较着急了。我們換個角度來說，如果胡锡進老師現在市值是150万或者120万，他掙了40万、50万或者80万，你說他会在乎明天跌一下嗎？根本就不在乎啊。那美股跌他应該開心，你看美股暴跌高興的不行，你看美的垮了，然后明天就是胡適跌一下沒事，我還賺50萬，對不對？你再跌掉10萬，我還賺40萬，怕什麼呢？你跌掉20萬，我還賺30萬，賠得起。在2月28號美國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以來，胡锡進老師秉持的就是這個觀點，伊朗跟美國最好是互相捅，哪怕是給胡锡進老師大腿上扎一刀，腿上滋滋冒血他也無所謂，只要你能捅中扎中这個美國就行。咱們在節目評價過，胡锡進老師就是這種心態，哪怕自己大腿上扎了一刀，呼呼往出冒血，但是不要緊，我血多，我就喜歡看見你扎中美國，美國也在出血就行了，我血槽厚不在乎，能忍。結果你看胡锡進老師忍不住了，為什麼？血槽不厚了唄，你再出點血他就賠錢了，他不幹了，所以你看他心情就複雜了。今天稍微反彈一下，他馬上那走勢跟美股不一樣，他馬上就來勁了，給他3分顏色他就開染發，又是美國以色列跟伊朗互毆，贏家是某大國，這套又來了，又是贏麻了，贏出了獨立行情，這不就典型的談判這個心態嗎？所以說又露出來了，本來從周末胡锡進老師是叫複雜的胡锡，奇妙的胡锡進，到周一就變成頭部談判胡锡進，這一切都是胡適在影響胡锡進老師。所以為什麼叫胡適？所以我早就有結論，胡適只要一暴跌，胡锡進老師他那個慘層的人性閃露出一點點光輝，這個胡適稍微漲一下，胡锡進人性就沒了，就被指數給他泯滅了。你看看，這就是典型的。這個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胡锡進老師周末還發了一個對生死的感悟，也就是受詹雪峰突然離世的這個刺激。胡锡進老師他這麼說的，他說詹雪峰的離世衝擊了很多人，必須珍惜生命。比如老胡決定聽從很多人的勸導，將每天早晨的俯臥撐大量縮減。但是生命中很多事情是改不了的，勞累、熬夜、操心、勉強自己。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，生命真的並不僅僅屬於自己。我們的確有一部分人是為別人活着，這是責任也好，是無奈也罷。但我們很多時候就是會情不自禁地犯賤，他打了引號犯賤，或者軟弱。我們有為親人活着，為一個夢想活着，甚至為一個沒啥意義的破工作活着。胡锡進老師以前說過，他每天好像是200個俯臥撐，200個俯臥撐還卷腹，他估計他家裡人嫌他每天做俯臥撐是不是多了一點，建議他少做一點，所以這個胡锡進老師俯臥撐要大幅減量。看样子胡锡進老師是受到詹雪峰突然離世刺激，這個沒什麼好說的，因為每個人的身體不一樣，這個咱們不好評價。因為胡锡進老師他的身體莫名其妙的各種病，真的只有他自己掌握，所以他恐怕也覺得詹雪峰有病，完了堅持鍛鍊，結果還死得更快，那他就不能這麼玩命的練了，這有道理，因為只有他身邊的人知道他身體狀況，這個咱們外人不知道，不好評價。所以他每天200個俯臥撐減成100個或者減成50個，這因人而異，這個沒什麼好說的。但是他說為別人活着還是為自己活着，我們每個人或許勞累、熬夜、操心、勉強自己，恐怕每一個人啊多多少少都有這樣的。胡锡进老師下面接着說，他說到死，很多人不是怕死，而是不敢死。什麼意思啊？說這對個人來說死不死無所謂，但是一想到自己還有好多事没幹，就是或者還有很多需要你的人，所以你不敢死。特別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，他們對生命的眷戀遠沒有一旦自己撒手人寰，仍然很需要自己親人們可怎麼辦這樣的擔心更強烈，如此的牽掛才是最讓人不敢深想的恐懼。胡锡进老師說的這都是客觀的，每個人都有，但是胡锡進老師作為一個知識分子，他到這一步他就停了，他應該進一步想象一下，你要具體分析一下為什麼我們21世紀了，第二大經濟體，經濟取得了非常驚人的成果，為什麼人一死，你的親人你的下一代就無依無靠了？你有什麼好擔心的？為什麼人會擔心你自己死了之後，你上有老下有小，他就無依无靠了？胡锡進老師應該把這個好好分析一下，
社会制度保障體系，我們建設的這個國家都不能給他們一點保障，然後你這一死，他們就斷了炊，沒了指望，完了。那這樣的社會是個好社會嗎？胡錦老師對這個斬殺線，對美國斬殺線就津津樂道。所以說，我們但凡你受過教育的，有這種非谈判体制，你只要你跟思維不一樣的人，他都會想到這一點。為什麼我努力工作，或者我一走呢，这上有老下有小，他就活不了了，他会委屈，他不能茁壯成長，老無所養，小的也不能茁壯成長。為什麼？那這是什麼一個社會？那我們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社會？所以說從這一點上來說，胡錦老師是高级黑，在給咱們國家抹黑。按照胡錦老師日常的宣傳來說，我應該每個人视死如歸，無所謂，你死了国家管，咱們有很好的福利，對不對？国家會把小孩管到18歲，老人有這個退休金，有人管他，你有什麼好操心的呢？胡錦說，好好活着誰不想，但是好好活着的至少一部分，往往就意味着活成亲人和環境需要我們活成的樣子。人應該怎麼多給自己一些自由，怎麼少點較勁，這些作為哲學都有道理。但是生活中哪有那麼多應該的哲學？更多的時候，我們就是在被各種責任、義務乃至環境推着走。別因為自己未能瀟灑擺脫這一切就長嘆自責。我覺得人要和自己無力改變自己身心中一些最根本的東西和解。我就是做不到瀟灑，做不到種種應該，活得皺皺巴巴，活得很隨大溜。能與這樣的自己和解，可能最重要。在這裡，胡錦老師，我覺得他理解還是有問題的，對人生的思考還是欠缺的。什麼意思？他說好好活着，至少有一部分你好好活。什麼叫好好活着？你至少部分的你要活成亲人和環境所期盼的樣子。也就是說，你要按照親人所想的什麼叫好，什麼叫壞，和環境所需要的，至少一部分活成那樣子才叫活着，不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。這是胡錦老師，但是我覺得這是他個人片面的觀點。真正的說環境還有親人，也並不意味着說必須要讓你活成什麼樣。當然有些家長，有些親人，他有非常強的控制欲，他自己不行，但是他非常強的控制欲，就是所有跟他沾邊的，他要控制住，你都得按他的设想去活。前2年咱們介紹了一個网约車司机，90後，他就在他父親的控制之下活了30多岁，然後自盡，這就是活成親人想要的樣子。而恰恰這種是我們所不提倡的。這個社會我們要活出自我。什麼叫自我？就不犯法，你這法律的框架下去活。除了個別的那些父母或者親人，他有控制欲。什麼叫控制欲？他自己不行，他希望通过控制你來達到他的目標，或者完成他的心願。把你不是視作一個個體，他是把你視作他的一部分，是他的一個延續，這是非常悲哀的。所以這裡面又說了這個詹雪峰，我覺得詹雪峰老師，我這幾天了解的，我從網上看的這些，我得出個結論，不一定準確啊。我認為詹雪峰老師，他不就是批量制造談判嗎？他是批發嘛，他不是批量的搞那些沒有頭腦的，沒有什麼獨立思考能力的，就沒有頭腦，沒有獨立思考，那不就是談判嗎？無論他在國內還是國外，只要缺乏獨立思考，就是談判。所謂活成親人和環境需要的樣子，無非是自我感動。但是他最後一點說的也對，就是說人要和解。我覺得這個也是對的。你有很多理想夢想，或者這個不如意，你有的夢想理想能達到，有的根本達不到。你希望自己成為這樣或者成為那樣，你希望自己一個月能賺5萬，你希望自己能多一點，但是達不到。你希望把工作保住，你拼盡了全力，但是工作就是沒保住，怎麼辦？那就是和解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接受自己的缺陷，接受自己这種坎坷。你認為這是必然，你把心態調整好了就行了。很多事情它並不是你能控制的。咱們說的改變能改變的，接受不能改变的。你能改变的你不去改变，那你會後悔，你總有一天你會後悔。而根本改變不了的你非要去改變，那你叫瞎子點燈白費蠟，叫自取其辱，自己跟自己較勁，那就你。所以胡錦老師說，這個能跟自己和解可能最重要，這個我覺得就對了。比如說胡錦老師他就願意活成親人所希望的那個樣子，他認為這樣他心安，那這個也可以，沒毛病，這也不妨礙別人嘛。但是我們希望的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，獨立自主。但是有人就希望我就要活成這個別人眼中的樣子，那也沒毛病，你就活吧。活不到，你做不到就自我和解。所以胡錦老師對自己不滿意的，從整個的這個文章裡面，他說嫌自己活得皺皺巴巴，很隨大溜，沒有任何個人的
比如胡锡进老師愛好人體攝影，他就不敢搞，或者偷偷摸摸的搞，得害怕別人說他老不正經，這麼大年紀了還去人體攝影，不要臉，所以他一想他就害怕，甚至覺得給他子女給他家人帶來了負面影響，所以他就不敢光明正大的搞，活得皺皺巴巴。胡锡進老師最後說，他說誰都做不了你我的榜樣，我願意平庸，只活當下，你願意優秀，只爭朝夕，是什麼樣就什麼樣。他這說的也對的啊，就是你活自己的就完了。但是胡锡进老師所以說他是整個的他没想通，也就是他是自我矛盾的。什麼叫自我矛盾？就是誰都做不了你我的榜樣，我願意平庸，只活当下，那還是強調自我啊，就是你自己有自己的主意，对不对？你要活成自己的樣子。但是他前面你看又是要活成親人和環境需要我們活的樣子，所以他就皺皺巴巴，所以他自己整個的沒整明白，還是没想通，所以他就拧巴，所以他就複雜。為自己活是瀟灑，為親人活，為事業活，為野心活，只要喜歡這樣就去做。改變自己很難的，人最大的想開是順其自然，包括原諒想不開的自己。這個可以叫一個基本盤的自我反省，或者叫一個基本盤的自我救贖。我看完胡锡进老師這個寫的，我的感悟是什麼？我們很多人其實都一樣，你看即便像胡锡進老師這樣，他也煩惱，他也覺得自己不行，他也對自己不是很滿意，他有很多遺憾，他也覺得自己憋屈，皱皺巴巴，活得並不那麼順風順水。你看他是一個厅級幹部，帕萨特後面米面糧油那絕对是有的，過年過節老幹部處那都是要送東西的，完了之後这個名聲也有，粉絲好幾千萬，他退休金不管是2萬還是3萬，那都是按時到卡上，一分不少。完了之後他還有很多收入，股市人家沒賠錢，對不對？股市他賺錢了，对不对？至少現在沒賠，應該就這樣，他依然不如意。大家想一想，有很多人說我現在一個月是4000、5000，我當然開心不起來。你想想，你就是2萬，他什麼活不能幹，退休金2萬、3萬。加上自媒體收入，加上他自己的積蓄，加上他這是副厅级或者是副厅级，你想想吧，人家依然不開心不快樂。所以我們要反过來理解，開心和快樂跟你的收入其實關係不大。你即便你攒了很多錢，你依然會煩惱、困擾、困惑、焦慮。所以我們要解決這些事情，只能調整自己的心態。現在就要調整心態，而不是等到說我等到月薪3萬，我年入100萬，我那個時候心態就好了。我告訴你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看胡锡進老師就這樣，胡锡進老師年入100萬沒毛病的，要地位有地位，他開心了嗎？所以我們就要從現在開始，不管你現在處於什麼個位置，什麼咖位，這是多少錢的收入，有工作還是沒工作，都就要開始調整心態。心態是第一位的。如果你調整不好心態，你就焦慮，你一焦慮壓力就大，壓力大血壓高，你就各種各樣的病。這胡锡進老師就是來回切換，一會兒從複雜奇妙的胡锡進切換到這個頭部基本盤，一會兒又從頭部基本盤切回到這個奇妙複雜的胡锡進。你看他剛感慨完人生，後面又發了個微博，又開始為伊朗、為神棍政權洗地，為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鼓如呼。你看他就是這麼分裂，寫了一大堆什麼關於特朗普翻來覆去的要打這個哈爾科島，寫了很長，但是他寫的都是轉述各大媒體的。完了最後他說，老胡相信特朗普發動地面戰將會非常猶豫，他到此時仍未能下決心，但他有可能在長時間空襲不起作用的情況下，最終孤注一擲，在沒有出路時用地面戰最後一搏，爭取打出僵局的突破口。那麼他最可能發動地面戰的時間要在1個多星期之後，也就是他宣布的最後通牒再延期10天被用盡，並且當前外交接觸毫無效果，美伊直接談判舉行的希望已經破滅之後，胡锡進老師到現在了還在賭，他在许願，特朗普不敢打伊朗，不敢地面進攻。你看就这意思，說來說去就是特朗普害怕，你不敢打，最好別打。從時間上看，下周應該是地面戰發生風險最大的窗口期，因為下周是前邊的試探全部經過了，也是特朗普最初承諾的4至6周戰爭時間最後1周，是美方最新透露戰爭仍要延續2到4周的中間。一旦地面戰爆發，最大的可能性是戰爭長期化，特朗普再想抽身將比現在艱難得多。
他宣告勝利將成為更大的無稽之談和笑柄。你看，這個立馬一变就变成了头部基本盘。胡锡进老師分析的对不对咱不知道，我就覺得他拿着特朗普的話來分析特朗普。特朗普說過了10天，所以他必須是10天之後。特朗普說了4到6周結束戰爭，那這最後1周，你看你特朗普本來的話就不着調，你拿着特朗普的話說，那你說哈梅内伊死得多冤？哈梅内伊不正在跟美國人談判嗎？剛談完第2輪回來研究一下是吧？下一步怎麼談？結果全走了，特朗普一把送走了。你拿特朗普的話去要求特朗普說，你說了10天之後，特朗普上一次不說了嗎？10天幾天不升級戰爭是吧？不炸，結果第2天就炸這個發電廠、鋼鐵廠、化工廠。你能把特朗普打一頓嗎？拿特朗普的話去分析他最後1天，比如什麼時候進攻，怎麼可能？所以說胡锡进老師叫瞎子點燈白費蠟。特朗普現在做的事情，無非就是讓媒體、讓敵人、讓其他的國家愛誰，反正你們搞不清我下一步要幹啥。通過這種不可預測性來震懾伊朗的神棍政權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。謝謝大家。